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，欢迎来到娃娃动物园。今日我要带大家做伙来说动物园。娃娃 TV， 大家敢准备好啊？然后按咱出发咯！咱即摆看到的是万兽之王狮，伊即摆坐伫咧树仔骹纳凉。咱即摆看到的是虎这两只虎在创啥咧？是咧冤家还是咧耍？较巴落啊，可能是咧冤家的款。咱留一寡空间，互因先来走。咱过来看到的这只是豹啊，伊在看咱，我起来冲过来，咱紧来走哦。咱即摆看到的是一只伫河内底的熊，咱来甲问看觅伊在创啥？熊大哥，你咧创啥？莫吵了，我咧掠鱼啊！好，安尼咱莫甲吵，咱来去后一站。咱即摆来到即区，看到的是猫熊，恁看伊咧食竹啊。好，刷来咱看到的是鼻仔长长的枪，有三只呢，可能是一家伙仔哦。过来看到的是面皮足厚毋是啊，是皮足厚，鼻仔有一支角的犀牛。有一只细只的走出来啊！恁看这犀牛阿母就讲吼，相公你会当走出来的，紧倒去啦！好，后一区咱看到的是颔棍仔足长的麒麟鹿，嘛会当叫伊长颔鹿甲长头鹿哦。麒麟鹿看了，咱来看河马。恁莫看伊生做安尼肥肥哦，其实伊会当走足紧的，而且伊的脾气无讲介好，是一种有攻击性的动物，所以无代志莫去掠因哦。好，咱刷来看到的是鸬鱼，鸬鱼嘛真歹哦，而且伊是食肉的，所以咱人无代志嘛尽量莫挖过去哈。好，过来咱看到的是高山啊，嘛会当直接讲高就好啊。因是咧创啥咧？因毋是咧掠杀要食哦，这是高山啊流汗打去了后，就会变做盐，其他的高就会起来食，来补充家己身体内底的盐分。好，过来看到的是马，嘛会当讲马啊。过来看到的是甲马啊生做就成，身躯有一条一条的花条马，嘛会当讲花斑马。好，过来咱看到的是鹿啊，头壳足揪的，摇一个。好，过来咱看到的是牛，因食草啊食到有够欢喜的。这边的羊汉嘛是兔仔嘛同款，大家敢知影兔仔袂当食伤济磷脂，若是食伤济，因是会腹肚痛的。其实兔仔上食的物件是草仔，毋是磷脂哦。大家莫去互妄甲骗去啊！大家看，迄张树仔顶悬有碰刺呢，是毋是真古锥？哎哟，有一只拉力走过去啊！大家敢有看到？好，日头要落山，咱来到最后一区看徛鹅。好，咱今仔日有看到真济动物，大家算了有欢喜无？咱来甲今仔日所看到的动物，过来复习一摆哦。狮、虎、豹、熊、猫熊、枪、犀牛、麒麟鹿、长颔鹿、长头鹿、麒麟鹿、长颔鹿、长头鹿、河马、鸬鱼、高山啊，马啊，
花雕马，花斑马，花雕马，花斑马，鹿，鹿，牛，牛，羊仔，羊仔，兔仔，兔仔，碰气，碰气，拉力，拉力，徛鹅，徛鹅。好，多谢大家今日来到娃娃动物园，希望大家拢耍了有欢喜。若是你傻，你若是有介意今仔日的介绍，莫袂即把市站过来分享出去，也袂电话观众朋友莫袂即把是只电话咧，快小心移动，安尼较落手上先鸦片通知哦。另外，莫袂记你使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你上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后一个节目再会。